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喜來》嘅節目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大家就知嗬，啲喺台灣咧，北部有咚咚嘅藝文團體嘅表演團體。唔過啊，其實北部有，南部沒有哦。喺今晡日就來紹介一個南部嘅表演團體哦，係乜嘅喏？按到乜嘅名喏？按到哈旗鼓。哈旗鼓，大家會想到一名有冇按奇怪冇？哈旗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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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錯，也就係啊，泰人啊，啲嘅搔癢，咁多小朋友搔癢嘅時候，會講嘅哈旗鼓，按嚟來嘅哦。也哈，也都有一隻新嘅演出要推出咯，大家來看一下樣片。黃經理，可以解開繁花密碼，就可以前回兩國，恢復兩國嘅勝利。看到啊，就是哈旗鼓也哈進行咧，小式咧兩國嘅演出片段咯，接下來歡迎哈旗鼓嘅團長，歡迎李團長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哈旗鼓文化藝術團嘅團長，我叫李永峰，大家好。好，歡迎團長來到 AD 節目哦。好，家下就講哈旗鼓咯，聽到團長自己講哈旗鼓特別有感覺。他試一下，哈旗鼓。哎呀，牛嘅感覺。哎呀，團長家下看到嘅消失的龍角啊，哇，嘅場面很精彩，韓國嘅服裝啊，咩動作很精緻。還有小朋友看的東西，一定要做比較假。很吸睛啊！冇做按太累油嘛，嘴白白的啊，辣又辣，叫又叫，天數下班你都幾精彩啊！冇錯，剛才看到啊，有當道嘅角色，當道動物啦，故事就來請問一下團長哦，這個消失的龍角要個故事，大體嘅係上到樣嘅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消失兩國也要都係講啊，頭班啊，你去到也要加棟樹下，啊算榕樹下嘛，啊蒼白講、金白講。主要都講啊，奇怪咧，客家人用我上到愛來金白講，白講後邊有按太頭嘅樹誒，尤其吼萬世我都感覺鬼奇怪，佢拜拜創牙吼，佢啲花用盤嚟裝咯，按到盤花咩吼，上去就講，因為咱客家人會按嘅，啊偏人用冇按嘅，也一定有乜嘅典故啦吼，啊滿人都講啊，有客家文化啊，啊所以我想，啊，是呢小朋友要了解下文化世界，係咪變一啲故事，俾嚟記得客家人一種傳統。哇！所以我哋都變講我對太湖山吼，有安尼花錦蓮，又有白講，還有一堆安尼青苔龍角。有龍角呢，而且讀到好人會變得佢善良，會保護山林樹木吼，全部強悠悠嘅。啊，強悠悠嘅，也都水土保持都好嘅啊，綠地種都變得佢正。哇！啊，唔過有一年呢，龍角呢，本人投資嘅，一龍角讀到壞人呢，都會變得邪惡，邪惡一功能多變，嗰種樹啦、花啦、草啦，全部撞死槍，撞槍槍，
所以安尼世界百公的发展呢，按用格杀，都可以潛出兩國，想辦法將兩國庇護人心，安尼保護也為太湖山，保護客家莊。啊，佢嘅故事呢，主要都講安尼過程。哇，古時候有個故事，聽起來第一張係多想嘅，第一張係知道哇有保護環境嘅感覺哦。韓國因為當到故事啊，可能啲到達地方都有自己嘅故事。我想我來請問一下團長，你寫一個故事，怎麼解會想要寫一個故事？韓國容易被按到採題嘅元素。伊也都係吼，人哋想到客家人辦法來創業。嘿。一法呢，又冇上海有嘅書嘅鋼同葉嘅，主要都摘嘅法。一法呢，要種嘅物價深厚嘅法，又冇去市場去賣。用深厚嘅法來摘起來做盤法、貼盤法來建白宮。白宮又來舒服我哋嘅家人。我都想啊，係咪客家人有一種貴講嘅文化，而用貴講嘅法，一種事情來提醒我哋愛惜花木。我用我哋心情去同太子共生，共同嚟照顧也嘅環境，因為我哋都係做農為主嘛，所以我想啊，綠隊人也嘅盤花文化親近，我想都變做一個童話故事，俾他人嚟欣賞。按講啊，用咗一道嗰道辣條啦、用葉嘅啦、粗麥嘅啦、必鋪嘅啦，因為我想。本他人啊，身邊嗰上看到一條用客家話，本身也記得幾種昆蟲嘅名啊，其實是潛移默化的，勞動到客家嘅元素，成發地度嘅元素，用因安尼嘅客家安尼成發地度，錯冇？哇，其實剛剛先生講到盤花，頭前的樣片沒有看到，有講到一個關鍵字，叫做盤花密碼。故說地度講到同盤花相關的事情，唔過阿佢們係北埔嘅行人啊，故說我對盤花其實冇意了解。先生剛剛講盤花係用來拜白公，除咗拜白公以外，還有用盤花來拜其他嘅什麼？有，沒有？一般係客家人冇用硬嘅來插花，伊都用安尼盤花，按到貼盤花。這就摘安尼花吼，花朵的部分拿嚟貼，貼咪會插一把綠色的種扁柏葉子，哦，落去，有得用仙丹花嗰度啦，嗬。仙丹花。種愛求墨嘅，唔得用墨嘅，哦，所以貼起來花，各種各樣幾多。古時候冇球用嘅花，是不是有象徵冇球用嘅意思？從啊種泰梨花、咖喱花，伊都富貴嘛。按個插仙丹花都係求丹嘛，求丹、求字。所以有啲人會插桂花，希望長壽嘛。所以啊，幾種辦法有不同嘅造型、不同嘅貼法。不過呢，亦都展現出一種想法。譬如花呢，唔可以插之前，一定要團結。團結，用嚟按到花要團結。係啊，唔可以冇貼到痕，一同喺度彎起嚟。嚇，一同喺度彎下來嘅。嚇，你嗰時要貼得清痕。漸俾佢痕，放起來佢穩定，所以一類花同一類花，那一種色因為冇看，切菜嘛，嗰度色啊，最尾呢，貼起來時節，唔會上，唔會氣球嘛嘅，所以我講，頭都阿喬咪講嘅盤花密碼係咪嘅呀？即係底下都破梗嘅啦，伊貼嘅都係愛有各種色嘅花，有各種色嘅花。第二呢，唔會團結，第三呢。唔會真心舒服嘛嘅咯，所以我哋用辦法去拜白公啊，去創業、拜祖先啊、拜神明嘅時節，唔想去舒服嘛嘅。聽人也會距離拜，主要都舒服太湖山，就舒服我哋嘅綠隊莊。希望辦法地拜唔係讓辦法，辦法有一種我哋嘅祈求，有我哋嘅想法嘛。哇，第一隻簡單的道具哦，算是很重要的關鍵道具。第一曲地度，大家就做得學習盤花一種都知識，錯冇？韓國啊，剛剛先生講盤花要塞得很團結，大家都懂嘿。因為知道懂難的，嘿大家就會做嘿。冇啊，用貼的呀，我貼的方式比較啲，看有啲花吼，伊都個平面，你都貼大下，色成來批。批都未行，我用其他花嚟設備痕。哎呦！所以盤花要貼起來吼，我哋曬天筒啊，而唔會變形，而唔會落痕，所以貼盤花係個奇妙嘅事情。
除咗呀辦法以外啊，其實呀戲劇底度啊，沒有講到同any環境相關嘅事情哦。就像先生家下講嘅，兩個讀到善良同讀到唔好嘅人，讀到壞心嘅人，會有無窮樣嘅影響，無窮樣嘅結果。也係想要同小朋友講乜嘅？講實在講吼，也要環境吼，有伊本身嘅力量。你的心嘛，係關鍵。你的心嘅善良嘅時節，發出來力量呢，就可以做幾多好嘅事情。你講啊，你想啊，我對太自然過善良，太自然引力唔會變過強。你心肝都會想，哦，我要此時要用太自然來往前用，你就可能會起惡心，我仲要太自然避免係。所以呢兩國其實對你心嘅能量係心的能量。也兩國其實唔係慢，佢廿個心肝。就係自家，自家讀到善良嘅人，就會有善心，有善良嘅想法。係有唔好嘅想法，可能就會做出破壞嘅事情咧。真言都話呢。但係重點都講客家人係做日同太自然強下，而唔係講保護自然，保護自然最緊講。我哋同自然成法強下，係啲強省嘅概念，強省啊。就講我去保護環境，我也對環境得到好處。我所以我面到我保護環境，我對我一致好，所以我都一致我去保護環境。所以一種嘅想法係實現喺生活之中。然後像摘花，做乜嘅唔可以送，也要花草嘅耕。做乜嘅我哋愛嚟拜白公，後拜天出愛種太樹。唔係為種太樹，愛拜太樹白公，唔就會愛惜太樹，會尊敬太樹，係嘛？因為有太樹可以帶了，因為有太樹可以顧我哋嘅土地，所以我哋得到很多好處。所以客家人嘅想法都講愛惜也要太自然係一種想法必要嘅，係唔係講係咪俾人講，哦喲前輩哦，好棒棒哦，唔係啊呢，因為也都應該做嘅。除咗啦，也戲劇當成去韓國有教育意義哦，還有按到乜嘅關於小說嘅兩個等下再嚟再個同大家講哦。進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綜藝群阿權妹。今日節目底度愛同大家紹介嘅係哈旗鼓文化藝術團也條親情嘅演出，按到小說嘅兩國哦。家講嘅吼，有隻小說嘅兩國底度，先來上嚟同大家講乜嘅？底度劇情先來係什麼樣嘅？唔過其實啦，也係。細人嚟看呢，兒童劇，它是一個兒童劇，古種來看呢，大部分就會係細人嚟，可能爸爸媽媽帶定細人嚟，咁就會想到一隻當頭拿痛嘅問題。細人嚟可能就係會吵啊，會鬧啊，你用架勢，團長你 hold 得住嗎？細人嚟會吵會鬧也看事，是講是，伊個冇反應，我哋係可以受理。反應太大。我哋係鬼麻煩，好像以前我一出戲呢，前面有個講故事，明白講到逼迫嘅，細人都請講，都安尼有啲細人講到逼迫都講我要尿尿嘅，係哦，看到逼迫嘅出來後都害怕，都講我尿尿，所以在中場會走出意料，後來我哋想，安尼逼迫嘅不可以太可怕，後來都想到呢不可怕又戲又唔好看，所以呢就送伊啲花花筆。唐講咧，逼迫嘅最強法。你拿着花花筆，看到佢強嘅時候，哪裡驚搖呢？佢逼迫都唔敢來。所以我哋演出咧都一般咧，逼迫會跳下去，跳下觀眾是驚避。如果看到小朋友呢，拿到嘅花花筆，輕搖，安尼，如果佢衝開，安尼唔敢看呢樣嘢。唔過安尼呢有啲好處，小朋友都唔會走，伊都唔驚嘅，因為佢拿到花花筆。可以趕走他。後來小朋友都會不時會喺台下，去教會去救，上去救嘅司法，去教會台下真狠，救伊啊，這樣子。這不是很失控嗎？就失控啊，所以怎麼辦呢？後來我哋就佢既然會失控，就給你機會。所以後來我哋會喊一條紅蟲，小朋友會去甲喊，學唔是教哦，學見教一樣嘅呀，就大下都會喊一條紅蟲啊，都親台上。喺每年吃人都會笑得很開心。其實我冇想到會安，
可是在呢互动演出中呢，发现小朋友quite好玩的，他喜欢参与，阿姨有冇真吵？伊感觉安尼叫我喊，安尼叫我有笔，有事做啊，有事情做，有责任的，还有个认真，还没搭台上，所以提下要让台风就谈得到小朋友的表现，所以那种互动是挺好的啦。超，按你互动性的丰盛啊，所以呢，其实讲咩，是演员这个演戏的一部分，超。哇，你就会都有参与感，觉得哇很神奇哦，俺们是其中的一人呢。对不对？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像伊嘛要不要有其中创作嘛？小朋友如果提班途中都讲，哎，老师，很八公出来，很八公出来。所以我们下一出开始要圆满要戏的时候，都要加八公，要多出来几次，因为有的小朋友希望八公出来。所以后来都小朋友的想法变成俺的戏曲的一部分了。原来是安呢，韩国啊，其实有只戏剧啊，啲都有同道的角色。但只角色因為都唔係人啊，唔係全部都係人，有同道係動物啦，又係花花草草的角色。按你的角色，用啲本演員來演出，要用乜嘅方式讓它變得很逼真？哎呀，佢傷腦筋嘅，你像個拉劇嘅，喺講法同。用葉的一樣冇可能嘛，用葉的要做改講，講法改温柔嘛，個拉劇講法可能如果個突然講呢，就比較做好，拉劇都安尼，有啲錯默嘅呢，伊都跳，蹦蹦跳，伊講法都會是擺蹦蹦跳嘅感覺，唔像寫法呢，講法都過寫生，唔像啲白講法都過落去，所以就必破講法都改突然講。安尼佢突然講，哇！所以變成一條每一個角色上演就挺厲害嚟，雖然呢談到上演都係講萬人來嘅，講起來嗬，練親球，連丈夫都做親球，給丈夫做去突然講。剛才你有看到當當相片，嘅拉劇是安泰，錯㗎，一數可能動神咯，動員，因為一出場全部就會按呢。係啊，嗰隻演員咩係呢？書創腳創，所以咧演入咩拉劇都好啊。錯，韓國啊，一開始嘅樣片係沒有看到有人跳芭蕾出來呢，跳芭蕾係像個呈現用嘅感覺。一出戲嘅舞蹈本身都係以芭蕾為主，所以嗰度嘅動作係以芭蕾為主。當然都有18地方比較有現代一些，所以介於以芭蕾舞為主，加一點點現代的方式來呈現。韓國家下有看到嘅當地人講嘅 people，嗰隻 people 談講冇人愛做呢。講到 people 嘅我跳哪都鬼痛，伊 people 嘅我跳青苔，伊不是愛白話青歌，伊聽到寫來做，伊動作做冇可能嚟鬼死啲呢，一對。伊2公尺嘅台上跳下來，學話我壓個強鋪，但係呢，伊哋同我講，我唔會做啊，我冇講按好嘅角色，可能可以按太發揮，佢講冇話咪拜同粉絲互動嘅時節，都冇人同我協商啊，係可能係有個突然講咧，啲嘴巴嘅按縫睇突然講，後來都個冇按強鋪。後面呢，都在解釋佢講 people 變好嘅，people 講我唔錯嘅啦，我變好嘅啦，安尼個小朋友呢跑接書，扭轉那個 people 嘅在小朋友心裡嘅印象，錯冇？我聲音呢，我同佢合照嘅時候，係嘛行到就叫嘅嗬，娃娃棍咯，行到會是，因為聲音呢看到一定人講嘅事情，可能佢腦海底都印象會動成，對，佢就會知道哦，也係反應，也唔可以攞佢踢拳。我也講啊 ，people 也不是害蟲嘛，所以你的動物有順菜套理，所以後面嘅人講 people 嘅看事情，經過相當嘅考慮，伊萬啊，如果有人會咁同 people 協商嘅，安尼所以就進步啦。韓國主題啊，有按照通風有目標嘅方式，有舞蹈，有歌曲，還有音樂哦。現場係唔係還有音樂嘅演出？有，但現場我教你嘅螢火蟲、火焰蟲嘅音樂，馬上喺現場打。係用乜嘅樂器？樂器幾複雜喎。懂。伊個各種嘅鐵木琴、打擊樂、手鼓，一條差唔多有10個種15、16種。現場演出。表現出嘅螢火蟲叮叮咚咚、叮叮咚咚感覺，有個見到，飛嚇到，試看。
好，所以乐器的形式很多。啊，你呢？现场演出的时间，各种的现场气氛无个特殊啊。哦，我听团长按你讲啊，我脑海里面就有画面了耶，就是一点点的撞声的感觉，我就会觉得，哎，有吃到萤火虫比来比去，阴阳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以前是按你演奏的人去给做萤火虫。哈，黑暗的哦。已经演奏啊，经扮演萤火虫，所以伊面同我讲，老师刚好用的喏。规身咧做个无所所的，啊点亮起个火安尼，啊我讲啊，后来就讲个先生安尼，咱每年看到人哋的面，哎呀，看到面呢，天父又唔拉错，所以之后讲啊总场，开放必能喺观众面前演出。哦，真有。啊，冇乐团讲，他个人看唔到人哋的面，我是只係演出冇人看到。哦，也嘛解，又冇人認識嘅。所以都假。我哋要出去總場冇吃坤，都伴樂團表演，必能看到面。哦，總場吃坤沒懂神奇哦，中場的一個緩衝的表演就超。我有個精彩啊，你打擊樂。韓國除咗有打擊樂以外，因為也係一隻粵舞劇，而係樂舞劇，古早夾嘅音樂嘅風格，tango咩都冇共用哦。我哋啊音樂嘅風格吼。老實講，也蠻看到嘅其中創作，音樂完冇完全到位。按像看到嘅你跳舞歌，佢都比較有阿拉伯嘅風格。阿拉伯。哒啦哩啦哩哩啦，哒哒哩哩哒哩啦，啦哩哩，即也種嘅比較阿拉伯。按看到佢追逐嘅時候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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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有18嘅我哋嘅傳統嘅打擊樂披上來。他們都真實演出的時間，古樂音樂來做18統一，做調整。試看啊，小朋友同家長，各介意哪一種音樂風格，然後我哋票選出來後，再嚟做出來。哇，唔管係家下講嘅阿拉伯嘅風格啊，也係乜嘢你傳統嘅這種打擊的風格，我就知道都是一種很熱情、同快樂嘅音樂節奏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同大家講小小的兩個。真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做一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底度我要同大家說嘅係哈奇谷加了清醒嘅戲劇，按到消失的龍角。剛才有講嘅動作同消失嘅龍角底度嘅製作的秘辛哦。唔過啊，其實要到消失嘅龍角啊，我成天係冇按改。籌備了很久，準備了很久，都冇見單張有演出戲劇的其中演出可以給大家看。怎麼個條件愛準備按究呢？因為一開始我哋都想啊創作一個童話故事，但是童話故事看起來夠精彩，但是聲音呢又得到嘛嘅，我哋透過客家文化的推廣，本身也了解嘛嘅，所以後來我哋想要將故事加成一種文化傳承同教育，也都花一段時間，下來呢就講想講一故事係咪同我哋樂隊有關係。比如說我去到美濃啊，我哋講太湖山，美濃人都唔知啊，所以我哋都偏同我哋講太湖山，嚟到苗栗可能講苗栗的山，所以因為故事有很多嘅變化，主要都係講山同人，有個太自然嘅關係，用辦法嚟做一啲表現嘅方式，所以一方面咧討論花很多時間。因為我哋主要是講係啲原創性嘅東西，所以用嘅變成一啲可以俾人看，可以欣賞，用種變成書好冇，所以我哋想以前變做書，變做書以後再嚟變做戲劇，係按呢，要花好多時間。故事變做書，它是先成為一本繪本，繪本，唐公亞繪本，還有許多懂得好教同小朋友嚟分享哦，係冇？因為繪本按到big book 青苔本，伊差唔多大概都有4米按法，高度差唔多2米啦。按胎哦。青苔本的一本書，一本書呢，佢係標啊，伊標個作個三個，差唔多100個人看得到。哇，按胎。係一類大型的繪本，講起來去從啦吼，睇我哋會大概來同小朋友分享，因為透過一種講故事的方式，慢慢去
累积去了解，哎呦，小朋友爱捌嘅故事。哦，我讲嘅有吸引他，伊都念完太累，嗯念即个。嗯，我讲到好那，伊都会拿唔看；你讲到恐怖，伊都会讲唔看。所以因为亚种关系，所以本来嘅一个故事嘅分享呢，就变成一个戏剧创作嘅轻松嘢嘅来源。因为安尼都可以熟悉小朋友嘅想法。想啊，睇人做故事啊，冇見用人大家去睇人嘅看法，用小朋友嘅看法。所以啊，故事睇開，小朋友都係人哋共同嘅創作者。古時候團長唔家講，愛熟悉同到新人嘅意見然後想法。古時候聽說喺行嘅同到好教，累積了非常多小朋友嘅意見，這樣做的變成你知道你的創作的來源跟靈感呐，所以去嘅幾多件好教。目前算啦，去年今年差唔多45件。哇！一件學校一堂課差唔多都100個生人咧。哎呦！一個學校要上3堂課，所以算啊幾萬人，幾萬嘅小朋友，所以有個故事有差唔多1萬嘅小朋友聽我講過。啊，佢咪都嗌副團長，啊兩個都已經然後，將輪流嘅樣啦。One man show。七家來演出，冇配啥，就七家一講故事哦。冇咁簡單哦，七家試3頓半嘅火茶，七家將樹咧上去，將贈品咧上去，音響咧上去，然後都門關起來，3頓半嘅茶10多年嘅學校地位，打開來咧出來再講故事，講在書櫃去安尼。哎呦，按辛苦呢。嗱，等到行通嘅順飛教育茶，行通順飛教育茶，一台茶咩？也係人夾本嚟嘅。啊，故說用按呢方式，唔但唱真嘅係很刻苦耐勞。我感覺吼，行通啊，強比啊，去同小朋友服務，啊，依家啲小朋友嗌哋希望啊，啊，嗌都講本人聽，唔可能嘅聲音嚟看咯，嗱，叫金鐘全部都真咧，啊，嗬，一日有100個聲音人做地步只有5。冇錯。啊，我們到嗰種看到人嗰種小朋友嘅人做，我感覺一切都應該嘅，因為我哋都慢慢嘅時間都落去嘅，啊，伊哋咧人做地步嗰度希望。最重要嘅係，因為演出戲劇係兒童劇，故所聽說愛啲小朋友嘅目足地度，看到其他都想愛看到馬街，其他都有發現樣嘅劇情有沒有哪裡不合理？聽說每個都是大偵探哦，對不對？錯㗎。好啊！我有啲故事哦，講到嘅時節，小朋友都唔懂啊，不合理。嚇！好厲害哦！一吞都拿起。啊，有啲地方咧，伊佢好奇，結果伊見看，結果唔講嘅，講佢哋，伊感覺伊談了冇過癮，伊希望我哋盡量再個講，所以我都加強。啊，當然小朋友是安尼啦，以為不是哈，有種係講啊，逼迫嘅開始欺負小巴，有啲聲音咧會跳出來，對付你。做我講做我都係人逼迫呀，要嚟打我。係啊，有啲聲音講，我喺度講啊，講故事嘅時節哈，去教我哋尖叫。啊，所以有時每擺去教講故事，係咪條方從嘅下都最睇實？係咪比較講故事全教堂喺度？所以到後面嘅話，我講到盤花密碼破梗嘅時節，每擺都第3堂課，全部都吃人都破梗啊，因為條堂啊。還有條堂咧哦！我條堂啊，都見到，我堂講吼，又破了3個盤花密碼吼，就可以救小花，都可以得到獎品。我條堂呢，像偵探用嘅呢，啊，所以安定一下。啊，所以有時間要做盤花密碼，小朋友會參與，我真是扮演嘅司法嘅角色。哦，哇，佢數學強得親恨哦，唔用嘅幫都幫唔開哦，親認真哦。哦，啊，我講話，哦，他很入戲。對。佢入戲，我講。那小朋友讓談故事哦，上來扮演那2-3分鐘，他已經可以入戲。那不是我最感動的係，最盤花密碼的最後一個密碼，守護什麼？你拜點樣講？守護太湖山，守護綠隊客家莊，守護太湖山。你拜小朋友看書，聽他講嘅幾把聲，我都特別感動。哦，我也下去給馬撇，這都當感動。你拜講我都個感動，你對小人的最後講出一件事情，因為我來到。伊哋再講嘅幾番，我上入嘅想法都會留下去，所以我都親每擺上到一點哦，他冇太啱得甜，師傅茶啊，教書唔做，博士唔做，就去做安尼義工，但一切為國有價值。都有
加车，因为对头前剧本的发想都亲民的演出，小朋友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。所以你都懂重要。所以呢，都係我哋呢劇本嘅圖示。一點純真，可能講一把，可能quite多人講，到時代都變成消失的龍角正式演出嘅內容。哇！講到一小小的龍角，其實啲小小的龍角嘅前一出戲也還沒韓啲嘅演出啦，是1895火燒莊。啲火燒莊到小小的龍角，也係完全不一樣的兩種劇嘛。一招係講1895嘅乙末戰爭的世界，當時發生的事情很壯烈、很悲壯。但是我們一下又會跳到小小的龍角，做乜嘅劇情會有安排嘅轉變，這個劇情的風格。對我哋來講，文化哈有一種過去嘅歷史唔可以改變嘅，也係文化一部分。還有一種不是經改變嘅，經創新嘅，也係文化本身。所以呢，要創新也冇記唔得頭擺，好。呢，記得頭擺，也冇唔記得繼續向前行，所以上到頭擺有一種沉的感情，但是我要快樂，我要繼續向前行，所以冇能，所以兩個之間呢，要向下行，也為文化我過舊過發，你呢有了過去的歷史，叫你都大氣，呢快樂尊嚴向前行，你發現。應該要過隔音，主流那會繼續欣賞人嘅客家。所以如果將兒童劇啊，我本身嚟講，用我上擺看到嘅哈七股嘅兒童劇，實在等人食哦，錯唔隔音嘅愛，唔就會來了解愛。叫嘅後你會想，我頭擺嘅1895係怎麼回事？安尼就啲耶，潛移默化當中，也有東西，唔講係1895，還是消失的龍角，也有保護環境的概念，全部就都係人嘅腦筋底度誒，錯冇？哇，古時候啊，也把消失的龍角，出來演出來搶團長，夾來同大家講一下，喺乜嘅時節啲乜嘅素材來演出，其實我冇陪我用緊啥。其實第一場前年20米嘅演出過去嘅，感謝高雄市來到沙高館嘅1200個觀眾，沙下來9月3號嘅女僕國中嘅禮堂，9月4號嘅美濃國中嘅禮堂，也兩場呢1萬開始來拿票嘅，免費嘅啦嗬。但是呢，12歲以下呢，係要拿到票，我哋差唔多準備700期左右嘅安尼小花小草坪，本身也拿到能入場，安尼都唔會驚嗬。入邊你可以下試哦，試下嗬入邊特別座位，實邊嘅作嘅行，雖然會上到，係有客家人有啲文化，很多盤花文化，也兩場到下晝3點半開始，歡迎大家哦。哇，暗號還免費哦！鼓勵大家聽錯，我格格去拿票，格格去看下消失的龍角。今日神夢團長來到你節目現場，謝謝你。感謝權妹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。為什麼各位觀眾朋友會收看？先休息一下，等下聽聽欣賞好好的運動了。